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自昨仔开始，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国民党到底像是候选人？果不其然，候选人出来了，最强的家母等一个国民党候选人来出炉。阿明讲要长照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果粉呢，说话讲无过要来倒科，大选敢也有变数？那么今仔日搁来关注咱的民主，咱的国。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林江川。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郭文哲竞选总统办公室主任周如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民进党新北市市议员郑武温。郑武温啊，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来关心哦，最新出来咱这个消息，就是国民党来征调着侯友宜。那么今日下晡2点举行的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征调着新北市侯友宜市长，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侯友宜伫现场嘛发出要政党轮替发3摆，团结胜选的口号了啊，然后这拿赢的县市长甲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嘛拢伫现场手牵手。要来展现大团结的气势。我在这边庄严的宣布，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再次让政党轮替，才能够救国家。救台湾，我们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参选，就要胜选；要参选，就要团结国家；要参选。就要带给人民希望。好，咱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啦。首先呢，我要来请教着副主委哈。那你今仔日应该也有参加这个中常，无去哈？你都为了录影你来，但是呢，进前你敢知这个消息啦？大概拢有听到风声啦，但是事实嘛是爱公布，咱较知影啦。好，嘿是。所以你认为过党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其实过党的以伊的关度来讲，伊当然咱袂当讲结束，因为一定会继续支持咱侯友宜。当然竞选来初选，那种征召这件代志是结束啊，无对。副主委你讲啊真艺术咯。是啊是啊。征调这件代志是结束啊。因为你看伊今仔的脸书就有讲啊嘛，伊今嘛祝福咱侯友宜嘛。当然伊讲伊参选这件就是为着过程甲结果，伊拢同款重要。伊要宣传伊的和平的理念嘛，甲伊的亲人的理念，所以伊行出来讲啊，我来参选看卖安尼啦。所以对伊来讲，伊袂讲占念即个位安怎嘿，所以伊对于伊即个真正的代志，我想一定放下咯。哦，已经放下去，是。所以你感觉袂搁再有变数？袂搁有变数啊，嘿。哦，这是咱国民党，这是你个人的观察。这是我个人的观念，我看法是安尼啦。嘿，咱今日会特别搁请这个民众党吼，这个周主任来个遮吼。当然，即马大家来看讲，在国民党党主席吼，人伊的规划当中，伊还有第三科人。第三科人就是讲，咱们要在辉烈的这个联名要甲考我，但是咱也知影讲，这个郭主席哦，也在受访的时阵也讲吼。啊！这国民党建讲咧讲辉烈大联名啦，太宽博啦，吼！咱的这个，咱唔是安尼想的，咱拢咧讲理念，咱是到底是安怎看？也就是讲，郭主席这个话就是讲，即马拿白河哈，拿白河啦，这件代志已经未通啊，因为大家都惊啊，这
即摆即个分手的地步啊，敢是安尼？不，这是安尼吼，主持人咧讲的吼。你看台湾咧选总统，对1996年开始民选嘛，吼，到即阵，真长的时间拢咧讨论啥？咧讨论讲吼，啊，即地咱甲抢落来吼，江山拍落来，啊，平民你分这我分这。哦，我唔敢。我的意思是讲啥？就是讲啊，有人去讨论过讲，好啊，理念要合，我敢若问一条代志。歌主席讲财政钱莫乌白开，你捌听国民党讲无？唔捌嘛？唔捌呢。我要讲啥？咱莫甲伊合。我的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吼，人民会晓看嘛。遮济变以来吼，大家是咧看讲，台湾要安怎继续平安？台湾要安怎伫这局势内底要安怎继续行落去？吼，咱的老大人，咱的囡仔要安怎行？爱讲这啊，毋是见讲拢讲迄落，无来哦，夹一个。对啊，伤宽模。你夹到遮来的时阵，就是讲。久长以来，这差不多96年，甲即阵遮长的时间，民主化遮长的时间，民众其实该讨厌啊，徛喺大家看啊看，啊，搁来换你，啊，搁来换你，啊，古早你讲袂使，结果爬起来你家己讲会使，变袂使，啊，袂使变会使啊。所以歌主席这一言既出来数码难对啊。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讲，对歌主席来讲，真清楚就是讲，啊，无人来讲。吼，啊！这国家未来要怎行？无讲理念。对无咧讲这啊嘛，无咧讲财政要怎规划嘛，对无？嘛无咧讲啊老大人，即个机构，比如讲咱安养院啊，啥这个物件，教育、事后要怎退场的，凊彩比敢若5根手指头超过去啊，无人讲啊。啊，所以问题出伫倒？问题就是讲无人咧讲这嘛，都敢若较想就是爱轮替，啊，民进党就爱甲演落倒，啊，民进党爱甲演落倒。啊，所以歌主席捌讲啦吼，演到民进党吼，这对江川歹势啦，伊也输分人。啊，敢是换国民党爬起来，啊，甲你古早要做的代志，佫继续佫做一遍，是安尼嘛？是安尼吗？啊，所以我是感觉安尼啊。当然吼，一个政党有伊的主体性嘛。啊，今仔日国民党因就杀候选人出来嘛。吼，啊，即个嘛，因就杀候选人嘛。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但定要讲啊，哪个甲白要安怎夹？所以主任，你甲歌主席的想法是共款的，应该先谈理念。对啊。大家理念会合。对啊。才拿笔，才有通啊合。对啊。本地就是。啊，拄好你的写字穿的嘛是拿笔合。我的意思是啊，这是拄好啦。我的意思是讲，其实民众要看到的吼，我相信吼，一天过一天，大家要看到就是讲，啊，咱透过选举是民主的方式嘛。啊，做选择是做政策甲政见好的选择嘛？你要提啥出来？总铺要煮菜就是，这菜要烹出来嘛。哦，啊，这是不真健康吼？啊，这食这油少盐嘛少，吼，毋是拉重咸，讲我会一定用安尼啊。所以我感觉，当然政治要愈来愈进步吼，应该是讲啊，化休啥这拢会过啊。啊，先讲理念，讲政见嘛，讲政见嘛。啊，那如果这个前提，国民党有当满足。咁你今领写字会当搁清落去？问题毋是我清写字的问题啊，问题是到即阵为止，国民党，我定咧开玩笑，我讲过党就敢若歌主席讲的，伊讲伊暗时啊10点半去看，伊嘛甲劝讲，你参加一个吼比赛，为头到尾你毋知影咧走人咧走标比赛，嘛走200公尺发停，吼啊大家比是比走较长，还是比走较紧？毋知。游戏规则无清楚。无清楚。是要走较久的，还是要走较紧的，还是要走比袂使跋倒伤侪摆的？即我小等要来请教着这副主委啦。问题伫遮，过党的吼，注重的是过程啦吼，但是这个过程拄好有姓过啊吼。伊过程伊是定着啥物物件？这小等吼，互你小想一下。我要请教着这个议员吼，你感觉过党的，尤其咱听到新北市的这个议长哦，伊就讲，咱要来。促成吼，互因来搭配，吼，甲这个候选人啦，吼，要甲伊正副总统来搭配，也就是讲这个戏还阁未结束哦。我之前我知影是讲吼，郭台铭伊是足想要选总统的，啊，副总统伊讲无可能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即马戏演到这里吼，你感觉讲真正无可能好郭配吗？我是感觉郭台铭伊家己会想讲啊，若是安尼无总统吼，无副总统安尼嘛好啦。我是感觉讲这是有可能。你感觉伊是无戏戏嘛好的人？
我唔知影，但是情势所逼吼，伊无选择。伊无选择，伊讲第一，我想要做总统，啊，若是总统无，副总统安尼好唔好？啊，一定会家己会想嘛。啊，想讲副总统若是会当做副总统，啊，无好啦，就甲侯友宜来配啦。啊，我是感觉讲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啊，因为议长是侯友宜的人。啊，咱咧议会的时阵吼，咱一直咧挑拨侯友宜，毋是讲挑拨啊，就是讲问讲。哦，恁国家明白。就是讲，若是郭台铭讲，人有讲，伊要做总统，啊，你感觉安怎？侯友宜拢伊拢无回答，伊拢无回答，伊就是惊讲吼，伊会你惹到郭台铭吼。啊，你大家会记得无？进前咧妈祖庙的时阵，迄主委讲吼，咱唔爱有财产咧中国的候选人。你看到侯友宜甲伊安尼拍，莫安尼讲，莫安尼讲。伊迄阵就是，你就会感觉讲吼，伊就惊讲郭台铭会生气，对，伊就惊这款代志发生。所以每届人咧攻击郭台铭伊财产咧中国的时阵，侯友宜他完全不敢回答，伊拢讲这咱莫讲，我们不能攻击不能攻击郭台铭。哦，所以你已经有在议会内面有谨慎的观察。侯友宜迄阵时已经知影讲，可能第一，伊知影讲伊是正主啊。吼，第二，伊就是希望留一个好相看，以后佫有甲过党的，啊，佫有一个可能性。我感觉伊的剧本内底就是伊是正的，郭台铭是负的，伊的伊的剧本哦，自头至尾拢是安尼。所以咱咧问的时阵吼，伊拢就惊讲哦，安尼好，郭台铭会生气。所以我会感觉是讲吼，因为因拢有看民调嘛，啊，虽然讲民调啥物人拢咧做，啊，有时阵侯友宜较悬，有时阵郭台铭较悬，但是自始至尾，伊拢知影讲，伊就是要争调啊。所以伊咧议会的时阵，咱的议程吼，可以更改，可以做整个发动变更对，伊提早1个月总咨询，这是新北市议会。真罕见的，唔捌啊！拢唔捌发生的代志，所以你就看讲，伊就是笃定伊要选总统啊，伊再去做这个大动作的变更，对哦。所以自迄阵，我就感觉讲，一定是侯友宜要选总统啊。啊，郭台铭只是负的，啊负的爱做不无做。啊，恁迄阵时，我想新北市的市议员应该嘛有人是过党的支持者，应该甲过党的讲，你唔通去走标啊！你走到会考几月份无效啦，人已经定，敢无人甲通风报信着？其实整个国民党咧议会吼，拢是侯友宜一把抓啦，因为咧建设爱钱啊，你咧服务嘛爱起户来倒沙工啊，所以。整个国民党应该拢是听侯友宜的话的啦，啊！但是我一个论点就是讲，郭台铭差不多有10%的支持度会有走，若是伊甲柯文哲柯文哲来合作，有可能会有10%的票。啊，若是讲10%的票，因搁是40%、30%，搁有10%，伊就无法度选啦。所以实在讲，国民党伊真惊。伊是真惊，郭台铭会走啦，会走去啦。是，即摆请教着吼，拄咱只到位吼，新民中华协会理事长吼，程龙吼，即社长你来甲咱讲吼，最早啊你也来参加咱节目吼，推着即个演变吼，乃至到讲，今仔日郭台铭啊无出现在即个现场哦，啊，而且人甲问讲，啊伊也无请我，吼，啊有啊个消息个传出来讲，伊企业要销啦，但是呢，听到市议员所讲的，应该一寡消息，应该当判断讲，这人就唔是要找你啊，应该早要去啊，早就生气去啊。小舅安怎看？就昨咱有一个来宾吼，伊就讲，这个郭台铭是去互当做潘啊啦吼，你记得有咱有一个来宾安尼讲啦吼。啊，柯 P 毋是有呢，甲笑讲，啊，你揽这个游戏规则，你也拢无清楚，你就去跳入去哈。柯 P 嘛有安尼讲过嘛哈。但是我要安尼讲，就是讲，这个今日中常会已经做宣布嘛哈，征调这个侯市长郭台铭，我相信伊到底
因为我看到的消息，我今日看联合报消息是讲，听讲有甲邀请啦吼。当然啦，伊毋是党员啦，伊毋是党员吼。啊，即个场面要去毋去吼，确实爱真侪思考哦。我所了解，甲今日去知影时吼，伊的幕僚甲伊一寡朋友，拢在搁咧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到底要去也毋去吼，要去，到尾用脸书来发表伊的立场啦。迄脸书迄篇吼写了原来真迄个啦，我感觉原来真周到啦吼。但是呢，实际上的情形吼，因为昨某委员吼，陈国珍委员嘛伫咱这节目嘛吼。对对啊，我根据我各面的了解吼，昨迄个过董事长叫因记者会卖开，啊，迄个中常委的参叙免用吼。迄阵啊，伊并无较清楚确定讲吼，已经甲伊讲明仔载的中常委毋是你，应该毋是，听起来毋是安尼吼，毋是安尼吼。啊，所以伊即个包括昨中昼伫兜交这议长去食饭的时阵吼，传出来，伊拢毋是咧讲伊过来要安怎来协助迄个侯友宜的代志，拢是咧讲伊的抱负吼，伊的迄个，所以。到下早为止吼，有去参加昨迄参会的人，我有叫因通过电话吼，拢咧讲着讲，到中昼为止，拢无感觉着讲过党已经心理上已经准备好啊吼，所以是毋是因为安尼吼，所以咱朱主席吼，昨搁叫伊第二摆搁谈起嘛吼，第一天早起是已经谈4点钟啦，啊昨搁有搁谈啦吼。好，这是一个过程啦，我相信当然啦，啊我讲几个角度我的看法吼。第一就是讲，即届初选，我感觉比2019年进步了，对国民党来进步吼。我讲进步是安怎，是毋是知无？因为吼，你知影吼，即个咱可比讲看2019年吼，若是无热情的来挑战即个蔡英文吼，讲实在，伊到尾啊，即个选举当然交外部因素有关系，咱昨有讲过吼，即个伊的即个凝聚力会出来吼，其实交经过即个初选的过程有真大的关系吼。啊，所以这摆用泛蓝的角度来做这个，咱讲做初选吼，其实是一个真好的动员啦吼。这个声量也好，各方面也好，而且难得的是维持这样的一个这款态度风度吼。我感觉这好着，你认为有好害啦？有啦，我感觉就无简单哦，因为国民党吼，我较早一直主张过讲，国民党伊的党内的民主吼是足慢的，因为这个党较早有这个。革命民主政党哦，啊，所以呢，伊的党内民主发展哦，因为革命就是爱党内是爱迄个做爱一人话术，一人讲就维护领导中心嘛，啊，所以伊无法度有一个好做多元性嘛，吼，所以我一直讲一个话，就是讲台湾的民主化已经遮侪年吼，但是国民党党内民主化是比台湾的本身的民主化搁较后壁。搁较慢就对了吼。你看，到目前为止，伊这提名吼，还佫无一个大家已经约定成熟的一寡规范出来吼。好，但是虽然是安尼，我感觉这届初选有进步，这是第一。但是呢，还未结束吼，还未结束。对，还未结束的原因，还未结束的原因就是讲吼，过党的我感觉伊今日的脸书，我感觉伊真有风度。但是讲坦白个啦吼，伊嘛只好安尼讲尔啦，因为伊事情吼，这政治的代志听起来吼，伊也真个学分爱学啦。因为4年前迄阵啊去替党讲遐话吼，啊，即届为了要初选，讲伊真歹势，年轻气盛啊，啊，即届伊个吼去讲吼，我绝对会接受国民党中央到尾的决定吼，啊，这话啊，即摆人家你摕掉咧啊，啊，所以你当然袂使讲，啊，你愿赌服输啊吼，你就入来交比啊，啊，就输掉。但是咧，我感觉过来有一个变数，什么变数你知道？咱拄则讲到，就是讲啊，即届国民党那边赢，你无可能跟他靠国民党摕候选人啊！你爱做非绿的联盟嘛，吼！啊，非绿联盟，大家讲啊，即马就柯市长啊，柯文哲吼，伊即马出来要，伊为着伊的民进党、民众党啦，吼，为着要拼对吧？吼，有一个风险是呢，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整合吼，那是无多在一个时间来完成，而且大家也知影，即马柯文哲的这个民调声望是不差的哦。哦，若是讲有一段时间了，发现到一个项，就是讲不但无多整合，而且这个好市长的提名了的民望哈，不涨反降的话，哦，因为讲实在，中常会今日的这个会，我特别上网去看哈，迄个留言网上留言的哈。
卖往少占一半，卖占一半吼，遐可能真正是挺过的啦吼。这个气还未消，还未消哦，还未消哦。啊，所以呢，等于讲哈，你虽然已经东来提名已经确定啊，但是泛蓝还是讲菲律的整合还未完成啊，还未完成。其实伫这个以前遐都已经有人咧讲一个讲法，就是讲是毋是有可能到9月正式的这个提名，就是登记的以前哈，若是要无要迄个时阵要无都整合了，而且佫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讲过哈去搞侯市长搭配的话，这声势搞不好还强过侯友宜跟现在不知道的那个副手是啥人。哦，这个是安尼前大家讲到什么？讲到新竹模式。高虹安，你看高虹安伊是菲律的嘛哈，结果选了是把国民党迄个候选人的这个声势全个边缘化去，啊变做讲真济票全为高虹安去。那伊个情形是像咱的贵党的会不会心动？会不会心动哈？这是一个真大，所以等于讲吼，确实我赞同今日媒体有一个评论的角度，就是讲侯友宜即摆提名了吼，伊要安怎叫柯文哲来做这个整合，这变做伊的党，伊家己爱去处理，因为基本上任何选举拢共款，尤其是总统这款选举，你的搭档当然你也家己去处理哦。但是咱即摆明白来看，就是讲吼，柯文哲市长他有所图啊。咱先莫讲，伊要叫你做副手，有可能也无可能。互相，我感觉挂市长吼，伊绝对，伊这人我看起来无可能，无成迄个会当要做副手的人啦。伊是批可处理代志啊。上重要是，你也准去叫伊做合作了，问题是啥呢？问题是伊的国会议员要安怎？伊就发现伊即马真侪选区的所在吼，叫国民党的候选人拢强蹦啊，拢强蹦去啊！这款合作起来，到底这？国会议员要安怎选啊？这咱小党会准备一这做复杂的问题啦，做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讲吼，这关过啊，我表示肯定，我感觉国民党这届这个筹算有进步吼，但是吼关难过，还得要过，还有好几关。来副主委，这就是恁的关吼。但是他当我还先留一个吼，这个主任吼，他当社长吼，这个理事长有讲就来先这非力联名来整合。但是我爱互社长知，他这主任有讲啊，讲吼，瓜主席是咧注重哦理念啦，你咧理念拢无讲过春车，无讲好，你国民党啊自来啊，毋捌讲过其他的政策什么。但是要讲政策，其实国民党听讲这个侯友宜嘛是准备啊真久啊，哦，可能机关啊就压出来，这万不离有可能性，所以我来问。是因为吼侯市长今仔较受到咱主席这边的征召嘛，国民党的征召，所以伊今仔较受到征召，伊无可能过去就先讲国家的这政策的问题嘛。所以未来当然也有机会会当甲民众党也好来讲这理念讨论，这拢无问题。过去有一份民调啦，讲到讲啊，全台湾同讨厌迄个候选人是倒一个，绝对袂投的，49%是民进党的赖清德。所以以这个指点来讲，当然咱迄个在野要来合受有可能的，因为你看有49%的民众拢希望民进党来下台，啊，当然咱的理念同时间会当合起来，这都有机会来做一个在野大联盟啊。但是新北市的议长还佫讲想要来促成甲过党的这个合力啊，其实议长讲的是无毋对，因为我感觉不管是甲上合，你本身要有够强。一鸟在手还是两鸟在林嘛？所以我讲的，即卖以将士来讲，应该爱投国民党，因为即卖侯友宜市长伊当下去有征召，所以爱用这个气势，利用这个气势先冲一波，先冲一波，互在民众来认同伊。啊，认同伊的理念也好，认同伊的团队也好。所以我问了伤紧就对啊。无，袂啦。啊，着认同伊过去即个市政吼，这8当来市政吼，甲过去的市政，啊过去未来的远景，啊即马来认同以后，啊冲一波，啊无听着过40几趴咯嘛，对无？啊到时阵要来合就最好合的啊。是，他主任，他当吼，这个理事长已经讲着啊，讲对民众党来讲吼，即马上麻烦的就是立法院的这设处啊。但是咱头仔吼，还未节目的时阵，你也有讲，咱再看吼，看这个图表，这个民进党啊，即摆62席，然后他减10席，啊6席，哦，你头仔讲的是6席，这6席个对倒来，
是对不分区来，还是对区域的选举而来？都一种较对民众党来讲，较轻便、较可行性。好，我真紧来回应，头我青龙兄讲的吼。我先讲一条即阵发生的新闻。拄啊，即个宣布提名侯市长嘛，吼，是做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南投县议会的何信峰议长已经宣布退党。是啊。哦，这可能国民党这不是合唔合的问题啊！这你家己国民党，你今仔手举起来，迄个是中台湾甲你退党去啊！当然理由是讲党内吼议会无党的，甲民进党较侪啦，所以我谢谢再联络安尼啦吼。这恐惊就是国民党家己爱面对啊，这头一条。第二合是安尼啦吼，历史上吼台湾的政党吼，咱讲台联早期甲民进党真侪拢是重叠嘛。亲民党对国民党出来嘛，新党早期嘛是对国民党出来，新国民党连线，甲集思会结果安尼。但是你甲想，民众党甲国民党，无呢。宋楚瑜主席，搁较好，搁较歹，也做过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呢。做省长的时阵，也是李登辉总统手牵起来，中国国民党党籍的省长呢。所以你表示讲，伊个系出同源。对啊，咱唔是啊，咱唔是啊，对，唔是啊，无嘛。若要讲合作是2014市长还阁无党籍的时阵，是甲民进党合作啊，嘛无甲国民党合作啊。所以好，讲到倒来讲这绿色是安尼啦吼。看起来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啦，吼啊！迄个节目头前评论咧问我讲你著遮加遐减就要绿色啊，但是咱嘛看了报纸讲，当然民进党家己嘛咧烦恼讲，赖清德副总统因家己评估啦，可能讲总统看起来即阵小可较稳嘛，吼。但是呢，立委有可能就是遮或遐可能会死角差，可能无法度保持即马过半的状况。优势。但是咱即马要问的是安尼啦吼，陈龙兄是时代也是前辈的，讲咱即马斟酌甲想看觅，即几档立法院的立法的品质，甲法案通过的效率，甲大家的期待，我不评论，就是讲你甲想看觅，吼，就讲即马多数拢是共一个政党嘛，到底是好还是歹？我举一个例，譬如讲即两天咧查迄个再生医疗恶法，哇，骂到要死，吼，到底是爱过还歹过？照理讲，民进党若拢多数，实在是免举骹举手扶咧就过啊。但是品质是安怎，大家会当去思考啦。吼，当然，我咧讲数学问题，就是加减减，有当教会过，教袂过，就是安尼嘛。伊背后会去影响到明年2月，除了总统以外，就是迄个立法院院长甲副院长的选举嘛。吼，但是即阵大概大多数的民众是较袂去想到立法院院长甲副院长啦。因为这牵涉到另外一个政治占领的。无啦，咱当然是规盘来算起来，讲到底，郭主席是要进出到这个总统的大位，顺线来进出到立法院的这个位置，还是讲其实立法院才是真正的目的？选总统呢是袂当输啊，尔要赢可能较麻烦，是安尼想吗？袂啊，对一个团队，对一个政党，对一个要选总统的人来讲，台湾这个国家现主席的体制，就是咱2党一变大选举嘛，就是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做伙嘛。所以对郭市长、对郭主席来讲，都是拼，都是拼啦。你这讲起来就敢若过党共款啊，都是拼，不管如何。无讲哦，国家有体制才选举。我补充一个我的观察啦吼。是。郭市长总统伊绝对会选到底吼。伊是安尼啦，伊总统选举伊唔惊输啦，但是国会选举伊做有机会好赢的。我讲的赢是啥物呢？3党无过半，伊比作关键少数的席次。这就是我头要请教的主任。我感觉这个可能性，我感觉这是理性来讲，咱的郭主席伊伫算的绝对是安尼。这当然，立委要安怎为50来增加8加10甚至2位数伊这总统选举的势袂使无啊，要母鸡带小鸡啊，这当然是安尼嘛。但是他我就是咧问讲，到底要几席才有他做关键的接手？因为你接手嘛，袂当伤少啊，嘛爱有关键到这个尾巴，比如讲一62席甲37席，国民党我想在经过去年即摆这个选举地方选举的大胜利了后，应该气势在地方上应该是算袂歹。气势是袂歹，气势是歹，尤其你做组织工作的，你嘛知影讲，但是在头拄主任嘛讲啊。各方这个调整的当中嘛有看到讲，
民进党的势力，还是讲国民党的这个提名的人选，有小可颠倒去，有对恁民众党来讲有机会。吼，即我留个小等吼，互你来回答。我来请教着议员，议员吼，在你其他所在莫讲，你若讲以恁新北市啊，即马目前为止，你感觉民众党在新北市敢有机会？民众党即届有一位议员选掉吼，所以这是就实在讲啦，就无简单的啦，因为以前吼拢无民众党的议员，啊，即届有一位，这是因的即届的突破吼。啊，我是感觉讲，因为咱新北市吼议员立委吼邦桥2位嘛，中和搁有咱4万金。对不？搁有咱莺歌树林，所以你讲爱调6席吼，实在讲吼，这是足侪数目。若是讲以早以即摆国民党是37位立委，因若是要过半，是爱57位呢，伊要加20位哦。嘿，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我感觉讲真正是无可能啦。若是讲民进党调6席。伊就是43嘛是无过半，这就是62减67拍摄56对，56嘛是无过半，因为57席就是过半，所以民众党真的有足侪机会，伊的票的政党票会加出来，加出来了后可能加差不多1位2位，实在是有可能的代志。阮嘛是感觉讲吼，这总统若是热清着，若是立法院无过半。这实在讲的，一个总统无法度有立法院的支持吼，伊无法度做国防预算没有办法增加，搁有咱社福的支出，搁有咱前瞻建设有没有办法继续？所以实在讲，若是立法院无过半，一个总统伊实在是无法度做代志，所以伫遮嘛是爱拜托咱的支持者吼，一定爱。议员，这我要来请教，先算互你小等下你回答吧。我要先请教着理事长吼。他拄仔主任有讲吼，因民众党伊都毋捌是国民党出身的人。对。但是咱来真正来看吼，民众党的党员过去的经历，有的是过去甲民进党有小可渊源，吼，伊的支持者，有的是跳过来，甚至初开始，咱也必须来承认，郭文德市长头一摆咧选举的时阵，真侪民进党来甲斗相共，吼。即摆伊甲民进党的渊源较疏离去，要安怎来甲国民党来合？而且在即个郭主席伊个话佫讲甲遮明着，讲即哪必合？即摆是看起来，我这理念根本就差较济。无毋对吼，即拄则咱即个主任讲了是事实啦吼。较早毋管讲即个亲民党也好，新党也好吼，即交国民党系出同源的吼。甚至讲较早有建国党，建国党这是绿色出来哈，这是为民进党这边出来哈。这个民众党交较早这几个党拢无共款，因为拄则无毋对。因为柯市长伊本来是较绿的渊源嘛吼，迄届选举嘛是民进党较支持吼，用无提名来支持嘛吼。慢慢伊有一个风度顺，这是第一个。阮咱就讲吼，咱即摆来观察一个新的政党，因为照理讲吼，毋管台湾好、美国也好，即款单一席次的选举吼，拢到尾变做2强啦，第三党空间很困难吼。也不是说咱即摆民众党已经我都行出一条路，但是我过去即个讲无共款的意思，就是讲袂使用较早亲民党、甲新党、甲建国党的来完全做推论，这不是等号啦吼。第二吼，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其实较早即个像建国党也好啦，像新党行出来遐吼，因吼去得到新的支持者吼，拢是较都会区的即款即个意识形态的即款的吼。但是民众党伊即摆上大优势，柯文哲上大优势是年轻人、年轻选票即地吼，看起来包括赖清德副总统啊，是讲。这个包括咱这个好市长吼，拢输吼这个柯文哲吼。真趣味呢，你知影旧年吼韩国的总统啊，这个文在寅对，伊即届伊会选啊，伊本来嘛是一个检察官出身的人吼，哎，跟我做选举素人啦吼。
他能够打败这个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啊，都是靠年轻的选票，大概20到39岁的哈，他拿到了这个最多哈。啊，所以我意思讲，那有这个角度来讲，我拄则讲过，我完全看袂出瓜市长有任何要去叫这个侯市长配合起来的一个理由。讲他歹听咧哈，总统选举这第一个合作会对我的民众党的立委是真大的这个妨害嘛吼，对无？啊，第二就是讲吼，合作会嘛无一定安尼赢哦，嘛无一定赢。啊，讲较歹听咧吼，我家己出来选。也是讲，我交过党的有另外一种方式的合作来讲，我冲出来一片天吼。我可保持我民众党的清白，一个自主性哈。你有清白，我有清白。因为讲唔是讲坦白吼，真重要就是讲，伊交国民党唯一的是讲要甲民进党甲互伊推倒嘛，对吧吼？但是咧，除了这个以外吼，伊交国民党是完全无共款的吼。啊，而且佫一项就是讲吼，国民党若是2024赢，这对民众党的发展较好，也是讲，也是讲，这个3党不过半，民进党总统佫选赢，这对民众党的发展佫较好。对柯文哲来讲，2028是毋是伊的机会？我感觉这伊拢会算过嘛，拢会算过哈，所以我并无用这个分析来讲，我并无认为讲。这个费力吼，要讲为国民党，要为这个民进党要甲整合，我感觉无遐简单啦。好，就你举手，我先和你讲。我1分钟回应青龙兄讲，就讲选举的角度，这咱尊重啦，吼。青龙兄是真久的经验，我敢若问国民党一条代志就好啊，当时要安怎夹？我讲张市长啊，吼，万安吼，昨昏伫台北市议会吼，阮的议员甲问讲，你社会主体吼有要继续去无？讲袂出来。都敢若这条吼，北京话讲叫做居住正义嘛，就讲有关台湾未来吼，莫讲台北市啦，5万户这种物件吼，这对下一代，对咱的厝价、咱的规个住房政策是真大的影响。请问国民党的想法吼，我真负责任讲，这甲郭主席的想法吼无共啦，这边合要倒去啊。都跟他这条就袂交代啊！你就讲得真白啊！都跟他这条吼，讲就讲袂清楚啊！我不是讲伊坏哦，都跟他青龙兄讲的少年人这条，都跟他这条政策就好啊。我讲而且过来，我咧讲理念，其实2020年结束的时阵，其实迄阵民众党是不关键的少数嘛，5个尔。但是郭主席的选择，唔是讲阮5个吼，都爱安尼互花花吼，地方一乱。咱的选择是支持尤锡坤院长伫国会，唔是甲色无关系啊，是联合政府。咱感觉立法院尤院长伊的权度应该。哇！朱立伦安尼讲起来，那规起来立白河啊！无共款哦。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咱即摆拢二元思考。啊，若立个，迄是另外一篇故事啊嘛。对。吼，这立个我咧问题规山坪。对吧？前瞻背清400页，哇！你监督还监督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咱即摆咧讲蓝白，因为国民党足介意讲3阶段嘛，我3阶段，我夹愈大胖，甲民进党甲演到倒安尼啊，演倒为着啥？换做你来嘛，像人家讲的对啊，过来，我跟他问社会主体这条就好啊，讲就讲袂出，这你也唔讲，你来，赶紧，对吧？其实郭文哲市长咧做市长的时候，伊嘛常常咧拍中央讲，啊，现在我要去社会主体的时阵，你中央也无够支持我嘛。所以过去就是无支持，唔再讲你白绿合是无可能的代志。那蓝绿合，阮中央也真正来执政，当然为着社会主体，为着这少年人有厝通住，这一定来合的啊，这资源一定爱落去做的嘛。哦，所以你讲到讲，哦，你理念在你来讲，理念会当下，一定会下，一定会下。我一定要听你的就好。对啊，你应该去，你以组发会副主委的立场去甲讲啊。中央的资源也到地方。来合，我相信地方无可以无理由无爱做嘛，因为这就为着少年人，为着咱做人民的福利嘛，所以我想，这理念真好啊，这理念真好啊，应该甲郭主席来合啊，系对啊，系啊，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到底对郭主席来讲吼，咱头李处长有讲啊，讲到底是国民党胜选对民众党较有利，还是？民进党胜选对民众党较有利，你家己安怎看？
其实阮是无想遐济啦，阮袂较熬算啦。哦，恁无来算。但我无遮熬算，但是我讲的就是讲，咱国民党本身的力量要有够强嘛，咱来执政对国家较有帮助嘛。所以，这个将士的时阵，就是爱把咱的理念先来宣传出去，因为一定提名了啊，提名这么大，迄个陆续吼，打出来资料也好，打出来国家的政策慢慢啊，会也被拼出来啦，会慢慢拼，牛肉慢慢啊送出来安尼，啊，互做民众知影。看这理念啊，互瓜主席来敬。嘿，会使。互民众敬，互民众敬啊，互民众敬啊，互台湾民众敬啊，这我嘛袂当忽略这个电议员。他怎来讲吼？安尼看起来，民众党甲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温婉婉规山平，已经无法度，一定无法度改嘛。但是伊嘛是有支持有议长呢。我想选举是一时的，啊，台湾要安怎发展，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啊。所以讲，我是感觉吼，袂合啦，无可能啦，袂合是算袂顺车就袂合哦。我因为吼过去咱挺柯文哲啊，但是柯文哲无挺民进党，因无挺咱，所以我感觉讲，即届的选举应该是无可能，较无可能啊。啊，但是我感觉讲。看主席伊嘛，郭主席伊嘛感觉讲，为什么我袂调？恁为什么讲选调是对？若是讲国民党选调是对民进党较好，还是对民众党较好？还是讲民进党选调是对民众党较好，还是对国民党较好？你拄啊有安尼讲嘛？我是感觉讲柯文哲伊感觉讲伊家己吼来选吼，无一定吼，有法度当选嘛？因为他历史就啊讲一个另外一个剧本啊，有可能。这个过党的，在虽然7月份全大会了后，伊个心去发啦，去想讲好好来处理甲新德的模式。我感觉即马吼，可能这个郭台铭吼，伊扮演关键角色，伊是要去国民党遐，还是要来民众党遐？伊可能会是关键角色就。清楚，咱主持人讲的，无当咱郭柯配还是柯郭配会赢呢？但是伊的问题是，啥人要做总统？是柯文哲要做总统，还是郭台铭做总统？人郭主席拢无宽无啊，哪有想讲要做总统啊？做假但是他们马上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讲，你讲理念啦，理念大家拢会晓讲啊，但是马上遇到的问题就是啥人要做总统，啥人要做副的，伊吧。会当桥吗？会当桥吗？这是我的问题，就是讲，虽然讲柯文哲讲大家来讲，大家来讲理念，但是理念这是大家拢会晓讲的代志。但是上实在的问题就是啥人要做正的，啥人要做。我看这个问题等候历史长。这真简单嘛，这你为这个所有条件来摆出来哈，当然是郭董做正的。哦，柯文哲做副的啦，是安怎讲你知袂？不，这真简单嘛，因为吼，你看因的优势嘛，起码是柯文哲有一个这个我们讲叫做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准确讲法，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能力啦，对吧？伊即马20%左右，或者是无多单独来选调嘛，哈，所以你无多选调，你要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能量做最大的发挥嘛。这最大发挥，它其中一个项目对于来讲上重要是民众党的这个关键少数的爱要出来嘛，爱要出来，贵党的有钱啊，伊来的时候，当然民众党我有一个入场券互你啊，你唔免搁去联署嘛，你省起来这钱哈，你来帮助我所有的立委候选人，这局若是咱两个合来了，写写冲会出去，总统选调上好，无问题，因为到时国民党也是民众党的主席啊。这副总统到时呢，各些变怎做，这真趣味啦哈。但是迄单调选调，大家讲，若是不行无选调，嘛不要紧啊。无选调，你万一过变这个3党无过半，伊一个党会当提个。这阵时呢，过党会变千古罪人呢。这无一定啦，但是无一定。我你讲我拄则讲就是讲吼，这也无一定讲，因为你讲伊千古罪人，三卡都过党也准无出来，迄个柯文哲选到底。你感觉迄个侯友宜敢就会赢，对不？安尼迄个时你敢会讲怪侯友宜是千古罪人？无一定啊！所以这三卡拄了是非吼，
拢按成败看英雄。哇，这主席，你讲他这想的拢是算来算去哦。像遐讲的是安尼，就讲对我来看，就讲选举当然是有输赢嘛。是啊。这过程当中，大家对每一个角度去看，讲都要安尼赢，安尼才会输。对我来讲是安尼，因为我看郭台铭当处长吼，像遐讲的头前迄我认同，因为已经讲足侪遍，伫要前要即遍。对，要参加的时候已经回师咧，是，去找韩国的嘛，吼，对，韩国的DBO 的去拄着，是毋是超工拄还是无说你去拄，还是讲好去拄着侯市长嘛，嘛来找瓜主席嘛，包括伊今仔日脸书嘛写讲伊就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嘛，所以我感觉我这个阶段去看讲大概都安尼啊啦，吼，你讲要有啥物搁较大的变动吼，我个人是认为可能性较。你私心吗？较低啦，所以瓜主席嘛是私心吗？对啦，至于讲你叫转来议员咧讲大家嘛是会看郭科甲郭科虽然理念吼，我甲想法无啥相共啊。其实这场选举是讲大家讲好算一配，但是等你行到后壁时，你就开始讲咱要选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嘛，就开始会去思考啊，咱甲中国的关系是啥物货，甲美国的关系是啥物货嘛。赖清德副总统，你有提出你昨伫政台演讲时，学生甲你问啊，你的务实台独，你到底是台独金孙，还是和平台独、和平保台？你讲统一甲独立是无存在的议题，古早柯文哲就讲过啊，结果你人讲做红，你认为开始变红？讲这个问题吼，到尾啊，就已经会见真章嘛。就是慢慢就是爱检验。我倒是感觉是安尼较实在啦。就亲像讲，阮的议员陈世轩当议员，伫议会问侯市长，请问市长，你的一中政策甲一中原则，你倒位无共？我相信我希望侯市长，我相信江川讲对，你也袂使两礼拜过来，佮你说安就害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就是讲，慢慢啊吼，评论大家会评论嘛。但是我是一个选民是头家啊。我要选迄个总统是暗时啊困下去啊，伊不止袂使战争，国家爱保护的时候，我爱看倒一个较成功嘛，对了，对无？所以我感觉像人遐讲的后半段，虽然是这个有一寡技术的部分，但是未来我想讲民众嘛是会对政见甲理念方面落去做一个选择。咱就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啦，讲国民党发布讲一个消息，讲依照着3项指标，无要来选郭台铭。民调讲侯友宜40.77%，郭台铭31.77%。政党对决的部分啊，侯友宜36.7%，赖清德34.27%，郭台铭36.9%。赖清德是35.63%。三个人难无一战。侯友宜25.43%，柯文哲25.27%，赖清德30.4%，郭台铭是25.57%，柯文哲是23.97%，赖清德是31.2%。这是用民调啦，甲数据，这个数据呢综合来比评侯友宜51.15%，柯文哲是这个郭台铭是48.85%。侯友宜赢郭台铭是2.3%啦。按呢这看起来是讲啊，而且佫第三个，党籍的县市长的首长13人，侯友宜支持者10个，郭台铭1个。党籍的立法委员以及立法委员提名的57个人当中，侯友宜22个人支持，郭台铭13个人支持。支持党中央决定的22个，所以这3项的指标看起来，对着国党来讲可能对伊来讲，就心服口服啊吗？即我先上后尾来，我先和理事长来讲。不，应该。来，然后你啊，因为既然伫咧要征召之前，都拢讲好这3个条件啊嘛，县市长、立委甲这迄个内参的这个民调。既然拢讲好，当然咱也落去选，咱就爱遵照这个规则来服输服赢安尼嘛。所以我想，当然以郭台铭迄个董事长伊的气度来讲，伊袂讲一定讲我要来拼这个道啊是安怎。所以一定讲今仔日
既然民调拢出来，我就遵照这个结果，我来参与，看要来斗相共啊是安怎。哦，所以这游戏规则，你认为算作清楚？足清楚的呀，算作清楚的呀。那主任你感觉？我足惊讶的，那经历这个时阵宣布这个物件，这对于一个有制度的政党来讲，我是要讲吼，就是讲我无认为过党会去想啥物，但我是感觉对参加初选的人，实在是吼。青龙兄讲的是政府就有较进步啦，吼，比古早较进步。但是客伫当然伊是一个古早是维权政党啊，因为有革命的这个任务吼。但是即摆看起来吼，即阵录影的时间吼，啊无你中昼斗阵公布的话，我看无啦。吼，到底我听我讲者，这走标吼是咧走较长，啊是走较紧，啊是走比迄个跋倒较少变的。啊，即摆伊夹袂甲你提出来吼。我实在是坦白讲吼，我足震撼的。哇，即阵讲这，啊，他会即阵才咧讲这，那伊录影的时间，这距离。我得讲，伊是知影讲过党的心情足歹的，啊，摕互外口的人看讲，来恁来做公平。这应该要互迄个过党的支持者了解啦。是啦，可能是我像我讲顶头拢咧骂我补充一个观察啦，我拄则听到你讲迄个民调吼。有一个三卡都的嘛吼，三卡都的内底侯友宜25.43%，郭文铁25.27%，赖清德30.4%。啊，过党的咧？过党的25.57%。吼啊，因这三组来是郭文铁23.97%，赖清德31.2%。吼啊，所以那三卡都吼过党的并无输嘛，对无？是，并无输嘛吼。这个民调吼，这个过党的是毋是口服心服，我唔知啦吼。但是这个民调公布，我的感觉就是讲吼，这个民调公布了，你要叫瓜市长、瓜主席吼做整个，更加无可能，更加无可能啊啦。这路就塌起来呢。这看起来就是安尼，因为瓜市长根本有伊的能量啊有出来嘛，南伊这个民调就看会出来啊。这主任，你我想瓜市长看到这信心大增。我当然咱插进去，我听到迄说咧讲，我吼卡安尼，我像人家讲的对，但是我是要强调吼，这理念，这毋是，这副主席而且我是要真老实讲，这对参加初选的人实在是有够无尊重啊，无尊重。我坦白讲吼，像人家都讲的对，你即摆公布可能，但是主任，我必须要问呢，因为贵党的毕竟毋是国民党的党员。啊，无你莫互参加你。我互你30天啊，互你去拼。毋是，这是安尼。这有伊讲来这有道理。这是安尼。我甲大家讲一个笑话，我拄着某一个国民党的议员要参加立委初选的。我这边都会讲，加油哦！古早我伫社会叫大家拢算老同事嘛。伊讲啊，阮这个党吼，英文讲我做 colorful 啊。我讲啊，啥物叫 colorful？伊讲哦，阮每一个选区吼，初选的规则无共。遮吼，迄个党员占30，啊，迄个民调占70。啊，若过区吼，比如讲过一条沟吼，嘿，有过一条沟，比如讲医院咧淡水换对这边来吼，也有专民调。你做法会，啊，迄个委员抓手了外汇。咱互做法会小讲者啦。你也初选来讲，伊本来就是看地方的形态啦，啊，有的地方形态你就找无人，你只好用内参的啊。啊，真正比如讲迄边的人，总是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大家才去变。都会性的，你得用民调，也用民调。啊，你若讲较地方型的，你就是3:7，这是无一定的啦，这是两个讲好就好啊嘛。你初选的人咱两个讲的话停，啊，就无啊。嘛是有啊，啊就是。这是初选制度的民进党的议员来讲。民进党当然虽然规定迄个，但是吼，你就是反正就是专民调嘛，啊，就是安尼。啊，国民党我是来大开眼界，我只要看到这我惊一个，讲哇，这阵咧公布应该是支持者。哦，可能吼，无我想讲吼，内面上惊人的应该是这吧，吼，这应该是拢算得出来，尤其家己一个安尼啊，这个人因为呼之欲出啊，就知影是啥人，啊，这22个，这可能较无法度算。田议员，你来看，我减一个数字，减一个议长的数字啊，议长的数字，议长的数字无啊，伊无去问议长啦，咱先有。对啦，因为咱民进党无咧安尼做的，咱就是全民调。全民调啦，我们也是公布，就是党内的候选人的民调尔，咱无去公布讲，咱
柯文哲民调偌济，安尼偌济，又亲像咱理事长讲的，理事长讲，安尼公布出来，柯文哲更不可能合啦，无可能会甲国民党合啊，因为这数字看起来就是袂歹哦，柯文哲袂歹哦，对，袂下啦，袂下，对，所以就是讲，在选举的时候，这个民调吼，又是客观的数据啊，你讲问立委，你是要问立委？就我上后尾时间要请理事长，在这个时阵弹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我看我即马在意的是，哪会即阵咧讲这啊？意思是，我唔知影讲，伊讲照你讲吼，你也要互当事者吼理解吼，这口服心服，你摕我看就好嘛。对啊。吼，因为确实啦，一般来讲袂去公布这啦吼。因为这叫啥呢？甚至讲吼，迄个民进党嘛同款啊，因为这款全民调的吼出来。无一定每一项拢会公布，伊若协调就袂公布，协调就无公布啊！我歹看嘛，今日讲啊，资料差落差太济吼，等等吼，各种原因啦吼，所以真趣味啦，这是一个当然啦，我还是要讲一项，就是讲吼，主席这局吼，无那无简单啦，讲实在吼，即摆国民党。